上 DSE Camp 穩奪5星星，穩 TC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張竹山英文中學嘅 Ho Fan。我係嚟自張竹山英文中學嘅 Renes。喺補 TC 入邊嘅3年咧，我獲益良多。我做咗好多嘅 past paper，TC 亦都執咗我好多嘅問題，成功令到我由好飄忽嘅成績去到 DSE 成功穩奪5星星。報咗 TC 短短1-2個月之後咧，我就發現咗自己喺做卷時候答題方面咧，同埋睇題目字眼嘅方面嘅時候都會比較小心咗。呢啲答題嘅技巧可能學校會冇乜點教，但係上 TC 嘅堂嘅時候期間，同埋做 TC 所俾嘅練習期間咧，我都會更加 focus on 呢啲比較 minor 嘅位，但係喺 DSE 入邊其實好重要嘅呢啲位置，令到我唔會扣咗咁多分。其中一個我對 TC 最深刻嘅一個筆記或者配套就係佢嘅Super Memo 啦。佢嘅 Super Memo 咧，雖然唔會好詳細咁同你講啲答題嘅技巧，但係當你做卷做到一啲位真係有啲硬知識係唔記得嘅話咧，你可以好快咁樣攞住一本 Super Memo 咧，就睇到重溫翻啲知識啦，令到我做卷嘅時候咧就唔使揭一本大嘅書喺度揾答案，就方便好多。而我都覺得 TC 課程配套會好充足嘅，就例如佢嘅 Final Mock 同埋佢嘅 Question Bank，我有好多個題目可以俾我做操練，咁令到我喺 DSE 做嘅時候都會覺得呢個題好類似啊，或者呢個新題我之前已經喺 TC 嗰度操練過，咁所以我考 DSE 嘅時候就唔會話特別緊張。上 DSE Camp 穩奪5星星，穩 TC。